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2019年拿破仑世界大学运动会最后一天的比赛，咱国换马王子李智凯摕到金牌，在这项目已经连续2年拢摕到金牌。另外，张家豪嘛伫单杠的项目摕到金牌，体操队伫这届的世大运摕到2面金牌、1面银牌、1面铜牌的好成绩，嘛是有史以来上好的记录。 用精彩表现得到裁判认同，李智凯完美落地了，赢得双手，现场的观众也用热烈的鼓声来欢呼。边爱教练李教生也欢喜到花彩，最后李智凯得到15.400分，摕到金牌。伫单杠表现高超的技术，来自第四代的选手董家宏，伫单杠决赛排伫咧第7位出场。虽然前一位俄罗斯的选手摕到14.60分的冠军，不过并无予伊压力。董家宏稳定发挥，做出真侪高难度的动作。落地了，伊也双手替家己欢呼。最后以14.700分摕到金牌。看到分数了，伊欢喜甲花彩，甲教练击掌庆祝。 体操队伫这届世大运摕到2金1银1铜，是队史上好成绩。身段优雅，出拳踢腿，配合花声，咱国跆拳道品势选手苏家芬第2面参加世大运，伫咧品势女子个人赛以总分6.99分摕到银牌，也是台湾今年世大运跆拳道第1面奖牌。苏家芬伫赛后讲，这将会是伊大学最后一场比赛，也不会强调无要退休。Wang Xinghao, and he is the one who turns first ahead of Takeuchi. 男子游泳200公尺混合赛。 伫咧卫冕下骹第一水道的台湾选手王胜虎，第一抓特色游线暂时领先，不过勇士小可落后，被日本甲英国选手超前。所来瓦式王胜虎油门水落去，甲落后的距离优化，最后50公尺的自由式，以全速的前进一直超车，以1分59秒87摕到铜牌，那创新全国纪录，也是台湾游泳史上第1面世大运的奖牌。记者综合报道。 稍来看今仔的报纸重点，自由时报环保署明年太古换新补助拍算要为电动机车扩大到7支的燃油机车，工业局每台补助1万块，一直到年底。也毋过因为电动车的市场已经成熟，明年开始补助会愈来愈少。 苹果日报来看，40位来自屏东排湾组的囡仔组成的希望儿童合唱团，月初去德国比赛，团回好消息，摕到儿童组、民谣组等3项金奖哦。儿童组是金奖的第1名。再来看联合报气象局统计，台湾去年单雷公超过100万届哦。气象专家提醒民众，莫准家己无遐尼衰哦，互雷公 拍到的机会恐惊会增加，嘛呼吁政府爱加强预报的机制。继续来看，警察伫火车顶头互拍死哦。虽然伊身躯有枪，却唔敢使用，所以用枪的司机嘛引起真侪讨论。中华关警察局透过民间募款的方式，成立警察诉讼基金专户，希望会使帮助警察来拍官司。也毋过退休警察总会是表示哦，即马相关的制度其实无改到，政府嘛应该爱检讨。爱警察，爱警察。 穿着白色顶衫，摕着吊念铁路警察李成汉白布条，上百名的退休警察集合在台北市中后西路天桥顶面为殉职警察默哀，关心警察特权安全。中华关警察局首开先例，透过民间募款方式成立警察拍官司基金专户。成立这个基金的最主要的用意，也是让同仁可以无后顾之忧，依法来使用警戒赔偿的责任。我想，因为是因公执勤，我们也会支持同仁。 警察拍官司基金初期募款目标是600万，因为是地方的募款基金，所协助对象只有中华地区的警察。未来这要因公执法牵涉拍官司，和当事人要求赔偿这问题，拢能透过这个基金协助。具有明显的执法建设，因为牵涉国家赔偿法，这个基金未介入。也过提警总会认为，警察拍官司的基金今年需要向民间募款，代表现有制度无周全，政府应该爱来检讨。我们帮国家维护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国家就应该要编列预算，不是要现职的警察去向社会大众去募集诉讼基金，这个不对。民间的团体自掏腰包，而不是由政府他出面来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且可笑的。而台南市警察局是认为，免另外些基金应该收的是警察用枪条例，因为用枪时机说明根本无明确。正确大胆使用警戒规定的是比较不是很明确嘛？在美国就很明确嘛。我们常常说的比例原则应该要站在执法这一边。台南市警察局长黄宗麟认为，警察敌群即要拄到危险，就该大胆用枪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毋过惊拍官司过程真久，多数警察也受顾忌。而即阵警政署已经签办要买电击枪，会优先配发予铁路警察。强调警察敌群拄到危险，一定爱大胆用枪。记者综合报道。中营空服员罢工17天总算结束，劳资双方已经签订团体协约，为初7开始到初9，每天中昼12点到暗时10点，空服员会使去领证件，甲三宝退回来，初10开始上班。一宿的空服员三宝证件总算摕来。中营空服员排队等待领回，因为罢工将伫9号暗时12点正式结束。自7号到9号一连3天工会开放会员亲自来领，有人领完真紧就离开，有人伫罢工的布棚翕相记录这场真歹过的硬战。其实这17天下来，心情有一点复杂，所以可能利用这1-2天平复一下。那10号之后，我们会带着准备好的心情，就大家一起回去上班。中营空服员头一摆发动罢工，经过3摆正式协商，6摆非正式协商，最后也是无争取到离职费条款，而且禁止便车等诉求。不过资方同意明年起合法退场组员会按服勤奖金。底班一绝300，环乡航线500，并且调整披露航班，3条东京航线、1条北京航线部分划分，开放组员过暝。工会是同意国内航线袂当罢工，以及3年来袂当罢工。至于被记控制的27名空服员停职案，先以航班取代控制，改组成委员会调查。邮台票福利罢工结束了后1个月会当配合非中营甲日营联航邮台票，2个月了后，以表现甲营运状况渐进式的恢复。我们会员就是挺干部，那干部帮我们谈出来的方案，我们也是接受。很多人都对团体协约里面到底是谁输谁赢，谁得到多谁得到少，好像感到很有兴趣。那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说，长荣公司他们终于被打破了零工会的这个现实，那长荣的资方从此就必须要有正式工会的存在。学者认为，工会拍破中营集团出名的维权管理是这一摆行使罢工权的上大意义。中营自过往的联工会新会，行到即马透过罢工签订团协，伫工运史上行出新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出转会，伫顶礼拜日进行最后一波刑事有罪判决撤销公告的仪式。宾馆包含总统府秘书长、陈局长2000来人，总共4波，刑获5837件政治受难者的清白。总统蔡英文伫致辞的时阵表示，立法院达完成政治档案法的立法，承诺包括陈文成案等等的档案，一定会赶紧来还原真相。将代表维权的人啊拍开，自由汇率1万人盛开。代表捌遭受政治迫害受难者总算得到平反。出转会下昼举行最后一波刑事有罪判决的撤销公告仪式，合计4波的撤销，开放总统府秘书长陈局长5837件政治受难者的清白。我应当是非常的开心，可是我无法接受。我相信有许多跟我一样的有这种心情，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罪。我问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处罪？出生伫马来西亚的陈先生，1971年伫台湾升大读册，被控涉及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历经12年改变了伊的一生。总统蔡英文致辞时，除了向受难者甲家属致意，也答应包括陈文成血案等的档案，一定会尽量解密，找出真相。离岛事件、陈文成命案等案件被列为永久机密的档案，我会依据政治档案条例，领导国安单位一一重新检讨机密等级，把该还原的真相尽可能的来还原。留给我们很多人
无限的痛苦、不舍，跟很多的遗憾。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名字在这一次撤销判决的公告，我没有任何的喜悦。当年夏日美丽岛事件，险险遭到枪决的单局，地事时表示，经过这么侪年，也会当平反拄罪，伊无任何欢喜，因为真侪政治犯甲家属等了一世人，都是希望这一天的来临，也希望透过公开仪式，让社会面对历史的伤痛，期待真正开启社会和解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反铁人仔公投，昨下晡伫总统府头前举办，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吴敦义，各5位总统初选的参选人做伙出席。国民党初选的民调今仔就要开始，所以昨5位参选人嘛拢伫台顶溜票。反执政，拨乱反正，重返执政。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有5位总统初选参选人拢站出来，手牵手斗阵反对铁人仔公投，不满民进党强修公投法。国民党批评蔡英文破坏民主，呼吁支持者团结，2020年甲民进党纠乱。蔡总统打着民主反民主，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没有任何正当性来批评港府跟中共，他根本只借着反对中共来骗取选票。明年的1月11号，让我们在赢取中央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完整，能够达到重返执政。反铁人仔公投开道大会师，5位总统初选参选人也搁在讲台，台下支持者也着国旗。韩国瑜甲郭台铭的支持者也搁就摕着标语来支持因。国民党总统初选明年调查7月7日就要来展开，参选人大家伫台顶为家己努力来求票，为求胜出。初选起步的传闻一直来传出，连郭文铁幕僚也来参一卡，伫网络发表文章支持郭台铭，一直传出2人要搭配。不管是白色的力量或其他力量，只要能够打败蔡英文，打败民进党，我们赢得2020大选。不太清楚，如果有的话，我想我们就观察一下它的改变。那反正我个人已经就是遵照这个一切的规定。郭台铭甲郭文铁是不是要搭配，也有待观察。不过朱立伦是点名郭台铭定赢，伫咧操作起步议题，反倒等候郭台铭定赢口势，了解朱立伦身为第3名的焦虑感。党内互比，也许我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没有办法，这个好像在声量上跟人家相比。朱立伦是算郭台铭开大钱买广告来宣传，初选民调即要登场，最后冲刺阶段，参选人讲话是愈来愈酸，要为家己争取最后出线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哦，这礼拜的天气会比顶礼拜较稳定。先来看卫测温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伫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也是雷雨，也毋过无落雨的时阵拢有日头，所以天气会较湿较热。另外北部佮东半部，因为位伫北方面，大部分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下晡山区会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哦，昨全台湾上高温哦，是出现伫台东的太麻里哦，38度半哦；花莲的福原38度4，台北是37度，拢是这个所在今年上高温的记录。今仔日日时哦，温度嘛拢是真高，普遍拢伫32度以上。观众朋友要出门爱特别注意，得爱补充水分哦。继续过来关心昨哦，伫网络卖海产真出名的台南的龙凤海产哦，传出双雄关门，有民众指控负责人欠钱无还，听讲外面哦，佮欠几啊7万的小款，昨夜这的餐厅佮仓库拢无开门，有员工来上班才知影头家已经走路。市政府劳工局是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会来保障劳工的权益。主持人透过脸书甲网友互动来推销家己的产品。台南龙凤水产透过脸书直播拍卖水产，讲一天拍卖上悬超过200万块，却受民众指控负责人欠人8500万，也找无人。礼拜3起，业者位在安南区的厂房已经到营业时间，大门也是关起来。他欠我们公司那个110万，他5月份、6月份都没有给，手机都转接云信箱哎，没感觉怪怪。啊，
怪怪是旅客还袂到，我嘛惊，真拢惊啊大胆。厂房拢无人出现，业者维持安平区的门市也是相关的状况，要员工早起来上班，才知影讲公司拢无开门。我就正常来上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开。后续如果有员工向我们反映有工资、资遣费的部分，好，那我们会协助他做一些法律程序上的处理，会向劳保局来申请工资垫偿等等的后续保护上劳工的权益。劳工局讲，市府早起就到业者的门市甲厂房了解，不过因为无人应门，相款被冻伫外口。初步清查，龙丰水产半年来无员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不过面对公司无有权来停业，劳工局也伫清查可能受害劳工人数，并且主动协助劳工争取权益。面对指控，龙丰水产负责人蔡志祥手机关机，不过透过朋友讲，家己是借资金调度维护，即阵手头无现金支付，已经伫想办法，请大家给伊时间保留公司的设备，可以用搁再来营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礼拜六早起10点外，台中一名姓张的肇事人，伫台中市丰原大甲溪附近要载车仔出去的时阵，互人用枪弹着，大腿受伤，送病院开刀急救哦。目前是无性命危险，警方嘛调路口的监视器已经找到嫌犯。终于在今日上午，查获这个林姓的一个中年男子。也取获相关的一个犯罪的一个事证，因为有这个资源回收的纠纷还会问题，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警方透过路口的监视器找到一名姓林的嫌犯，嘛伫代志发生的地点附近找到一支改造的枪哦，佮有枪支，也毋过这名嫌犯的动机哦，目前佮无了解，专案已经移送法办咯。继续再来看台南市大智里又个新增加一名本土天狗的确诊病例，是一个到79岁阿嬷哦，伊住伫台南市的开山里，有去过东菜市买菜，是开山里的第3例。目前台南市哦，拢总已经有5例，市政府嘛展开大规模的喷药啊消毒。即个开山里的化学工地人员夜机器一个一号地消毒，嘛针对徛街附近的花草、水沟啊、泉油啊，任何所在拢爱有抓到。因为拜六暗时，台南市阁增加一例本土天狗的确诊病例，这嘛是开山里的第3例。伊就钓着啊，迄个钓着，嘿啊，我这问到无法度，啊无，阮某仔拢顾着着，阮父母男拢咧讲咧。有啦，水拢爱倒掉啦，水若无倒掉，捡了拢砍的啦。这个病例是79岁的妇人人，无慢性病史，嘛毋捌出过。拜五暗开始发烧，拜六确定着天甲咧，所以礼拜一开山里最中心加强扩大出前厝后化学防治作业。另外，崔里高雄路地确诊一位感染第2型天甲咧案例，检验结果甲台南同款，怀疑伊是伫台南感染着，目前嘛咧监控伊去过的所在，防止疫情混扩。开山里东门里还有大同里呢，我们大概扩大化学防治呢，所谓的区块防治呢，大概今天下午就会完成了。它的病毒的这个基因定序是跟我们在开山里这边，就是我们中西区这里是一样，应该我们也认为这个个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这里来感染哈。我们也已经通知我们嘉义县，他到过的地方，大家都已经去做了这个资生源的清除跟评估。另外，高雄市伫拜六暗阁增加3位本土天狗的确诊个案，因拢住伫三民区附近，照个案化鼻子甲血清流行病学相关性验判，可能是三民区本土里的社区群聚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车内半暝哦，高雄市乌来区一间塑胶工厂火烧，现场火是烧甲真大，烟嘛真高，4点钟才拍花。环保局到现场检测嘛，发现讲仓库有放真侪塑胶的原料，先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开出罚单。大火一直烧，佮加上浓烟升去天顶，就算伫咧几公里外，还阁会当看到非常惊人的火球。铁皮工厂挡袂牢这个悬的温度，红烧佮敢若剩骨架。消防队员是一直加派人手，临近的徛家嘛，感觉真惊吓。伊敢若是塑胶粒啊的工厂啦。火那烧遮大啊？是。塑胶的物件做了一定足恐怖的啊。伊足辛苦尔啦。内底是放啥？那烧到遮大啊？
塑胶粒啊，塑胶废料。这间伫高雄河内区的塑胶工厂，拜六暗时9点外开始烧，邻近徛家讲一直闻着臭味，现场烧要4点钟才甲火拍火去。高雄市环保局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有发现到粒仔状的污染物，当场告发。火警呢，因为它现场排放了大量的粒状污染物，那么所以我们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的规定，那么予以告发处分，裁处至少10万元以上的罚款。刷来2天，持续监视附近的空气品质，若是有异状无排除，罚金阁要塔起哩。记者王刘婷、林昭宽高雄报道。南投草屯最近有民众发现讲，伫田的边仔出现真侪马路虫哦，嘛甲画面铺伫面册顶头。农业处是表示，马路虫算讲是好虫，对环境无败害，会常常出现遮尔济哦，可能甲土塔下面的压力、佮含水量变化有关系。涂骹全是大大细细的火车虫，四界白四界软，看到互人心惊惊。啊，那伫边仔的田花路数量更加是惊人。民众讲，袂少囡仔互惊甲唔敢出门，这种状况实在罕见。从小到现在，顶多是几只是真正常嘛。啊，一下子那么多，也没有下很大的雨，哎呀。我在想，可能是气候因素。居民讲，最近伫当地爱寮溪的四周围、田花路和车路，拢看到真侪火车虫走出来，因为进前唔捌安尼。烦恼是环境受到污染或者是变化。经过农业处的了解，火车虫常常以烂去的食物叶啊和有机物当做食米，平常时伫咧涂骹活动，可能因为最近济雨湿淡造成影响。它也不会咬人，其实都不会有毒性啊。所以基本上在农业方面，其实它是不会影响的。他们田间的一个环境的改变所产生的。管府表示，火车虫对环境真敏感，属液虫，会当增加土里的有机质。不过对气压和土地压力的变化，拢会影响到伊的偏性。会大量出现，可能和最近济雨、气温湿淡和地下水含水量高有关系。管府讲会加强监控了解，请民众莫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反送中的行动哦，香港九龙昨下晡有23万人反送中大游行，伫结束了后，有大约1000人转到望街弥敦道继续占领的行动。香港的警方伫暗时11点左右开始甲民众赶走，双方嘛爆发冲突，有来人互掠起来。警察用警棍拍人，出手不加当，民众只好用雨伞来做盾牌，有人被拍甲徛袂起来，现场已经失去控制。7号晚11点外，警方甲示威民众伫咧香港旺角发生冲突，至少6个人被逮捕，罪名包括涉嫌攻击警察、妨碍群务、阻碍道路。抗议民众透早1点外开始慢慢离开，本来封起来路也恢复通车。They don't respond to what the people needs. They don't respond to what the people angry about. So that's why Hong Kong citizens feel like hopeless. 港区发言人伫透早表示，对伫旺角发生的冲突感到遗憾，讲香港人民会当表达意见，严格爱守法。7号这场反送中游行由网友发动，第一遍甲建线移到九龙区，而且是经陆续较侪九龙区广东道来办。希望被封锁所剩的中国民众也当了解香港正伫咧发生的抗争运动，因为人数超过有期，游行提前半点钟开始，下到3点半自尖沙咀文化中心出发，终点站是附近的高速铁路西九龙站。游行发起人宣布有23万人参加，警方统计数字是5万6。游行伫咧昨晚7点结束，不过真侪民众无离开，转到旺角。昨晚10点半，甲警方发生冲突，一直到今仔透3点半才被警方强制清场。香港反送中遍地开花，只要港区一天无撤回逃犯条例，香港人就会继续示威抗争。所来14、21，伫咧香港新界沙田区甲将军澳拢有大游行。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抗议已经超过1个月，有一位无愿意公布名的画家哦，甲香港这社会运动的过程画落来，咱嘛做伙来看卖。示威者的布棚占据伫咧大车路顶。市民献花悼念一位自管的所在涉来往生的示威者，香港警方向抗议民众喷催泪加速，百万的抗议民众站伫咧大车路顶。I am Perry Dino, the protest painter in Hong Kong. I come here and to support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here. They are peaceful protest against the law
no extradition to China。53岁香港画家 Peridino 手内笔甲篷布是对抗香港政府上好的武器。反送中大遊行，當時係有103萬人。香港政府無限期暫停修訂逃犯條例，不過抗議民眾要求的是完全撤回。真濟大學生帶面大烏目鏡戴安全帽啊，用畫筆甲現場的情景畫落嚟。呢幅畫都應該好特別，因為第時科技發展咧會 check 到咧呢一幅畫曾經經歷咗3次催淚煙嗰個化學成分喺油彩裏邊混合咗。這百位內面的一掛人是現場的抗議人士，家己要求被畫入去。人心係改變咗，有人冇信心係會走，有人想留低，但係希望個政治可以改得更好。我就係留低嗰班啦。咁以前係英屬殖民地，而家係歸於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嘅身份真係好不明啊！Peridino 喺現場畫到嘅時陣，也拄到警察來趕。不過伊講，記錄香港回歸了所發生嘅代志真重要。因袂當害着電腦，敢若刪除相片相關甲畫刪掉，也袂當用警棍將伊畫做毀掉，因為伊隨時會當甲家己圖修復。我每次都會用好傳統嘅油畫方法記錄現場嘅，因為呢一個方法雖然係好嘥時間，但係佢可以保存超過幾百年。目前伫咧做經研究所嘅 Peridino 講，過去這幾個月每工嘅步調，若毋是伫咧畫設架構，就是伫咧現場創作。伊希望香港會當有真正民主。2012年伊開始創作示威嘅題材，每年攏參加60多個案會。2014年嘅雨傘革命，伊畫了25百幾色嘅油畫，伊嘅畫作目前是還毋捌展收過，不過願意關服務民主進程代表性嘅博物館，希望後一個世代會當透過伊嘅畫，看到香港歷史嘅真相。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繼續來看，美國佛羅里達一間購物中心，喺當地時間初六下晡爆炸，造成21個人受傷哦。爆炸威力是非常的大，消防員嘛喺現場發現有加速鋼線的碎片，敢是因為加速外漏造成的，目前喺調查中。在空白畫面正清楚地看到建築物出頂規攏放落去，鋼筋看現現，碎片是野加死過。這是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的一個購物中心，在當地時間6號一度發生威力強大起爆，消防救難人員帶着搜救狗，在咧爆炸現場來回查詢受害者。At this point, we've pretty much completed the search for victims. We believe we've located just about everyone. We are doing what's called a secondary search in the condensed area in the center of where the explosion appears to be. 這場起爆造成21人受傷，其中2個人傷勢正嚴重，緊急送去急救。起爆以外，若是予購物中心嚴重受損，佇邊仔健身房狀況也正慘。看板強要落來，門窗玻璃攏被炸甲破去，辦公室內面物件是野甲規塗骹，一個停佇咧停車場內面的車，引領掛嚴重的規攏貓落去，一個一寡爆炸碎片是炸飛到汽車的擋風玻璃甲車頂頭。有目擊者講，整個甲碎片敢若落雨共款佇咧天頂飛，爆炸威力正大，連住佇咧幾多英里外的居民攏聽到爆炸的聲音。為咗安全，警方隨封鎖購物中心附近周邊地區。The city building official is here. They're going to check all the buildings in the nearby area for structural security and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sound before we open them back up again. 在起爆發生了，消防員佇咧現場發現瓦斯鋼線的碎片。不過也無確定是毋是因為瓦斯外漏造成這場起爆，真正事發原因也個等待進一步調查。記者綜合報導。法國婦女團體個 NGO 初六佇 Paris 的共和廣場舉行街頭抗議，因不滿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74名的女性和身軀邊的愛人刣死，要求政府應該要提出辦法，讓這種代誌莫閣發生。被伴侶或者是前任的愛人殺害，這個 FB 團體統計資料顯示，法國在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74名婦女遇害，敢若這禮拜就4個人。第一個有一名34歲女子卡布蘭，當天白日被伊的前翁提刀刣死。在兇案發生前，105遍向警方投訴，依然是無法度。在6號，估計在巴黎共和廣場幾多百名的示威者大聲喊了74秒，
来显示这74名有害者的悲剧。Parce que entre le moment où on a décidé de l'organiser aujourd'hui, il y a eu 4 femmes qui sont mortes. On était à 70, on est à 74, et que c'est un massacre. On peut appeler ça comme ça, et que donc il faut qu'il y ait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de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C'est-à-dire que malgré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il y a une régression, et il y a même encore plus aujourd'hui de femmes qui meurent. Donc c'est juste inadmissible, et il faut que ça s'arrête. 150位参议员伫咧5号将解放部社论办发文，讲法国妇女被杀害几率，互人无法度接受。性别平等部的部长史亚帕也推文讲，伊支持6号的示威游行。马克龙伫咧2007年上台时阵，将性别平等列作伊重点的施政项目之一。去年10月就发布5项措施来阻止家庭暴力，亲像是设立受害者线上投诉平台。 增加家暴热线的经费，也个加强电视宣传。验过妇女团体认为政府做也个无够，因要求当局对施暴者制定更加侪限制办法。亲像伫咧调查期间，就暂停台某嫌犯的儿童监护权，设立更加侪妇女的庇护所，也个人希望每一个警察局拢会当有家暴专家进驻。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越南古城顺化有一间水上公园，当初经营7年，因为了钱收起来，即马内面是乱糟糟，草啊是发甲比人较悬，也毋说刷起因真侪游客哦入去翕相打卡，有人是笑讲哦，游客是比当初更较侪。伫越南的古城城顺化郊区，这座已经关起来湖水线水上公园的神秘感，可能比传统正规的旅游景点，譬如讲凤城古堡，更加互人想要去看。 自一位差不多30楼悬的林下骹入口入去，看到楼梯边边拢互人画甲满满。行到上顶层就是这位林的嘴向外口看出去，就能看到附近这座湖的风景。Thì kiểu vừa được bước vào thì cảm thấy rất là kiểu hơi ma mị một tí, hơi rùng rợn. Cả mình cũng có một cái cảm giác là wow. 下骹厝顶头已经破去玻璃，店边一直发的草啊，比2004年开幕时阵美丽的模样更加吸引游客。迄当阵的掘水道怎么有一部分被附近的食物砍掉去？下骹水族馆本来人真多，怎么是规拢青池？迄当阵越南政府以亲子乐园做广告，开300万美金起的水上公园，要替顺化营销，不过还未完全完工就开始营运，7年了，因为1日了，所以收起来。 Thực ra thì công viên này qua thời gian thì nó vẫn giữ nguyên cái vẻ đẹp của nó. Lúc đến thì em thấy công viên cũng là ma mị như bạn nói và lần thứ 3 đến thì em cũng cảm giác là hơi sợ. 这座园区目前并无打算要重新营运，外口彩排也袂当入去，要建位一个秀。不过游客对边仔门头选入去，到这拍卡。有一寡旅游部落客分享告诉旅游的心得，更新目前园区的状况。去年就有一位澳洲的作家提醒，门口的建位会挡人。 出发前，想好甲当地餐厅的员工探听清楚。I just think like you should leave it alone, make people like come here and just see it as it is. 因为看起来就是废弃的园地，互人产生真侪冒险加恐怖的联想。有去过人拢会分享类似的经验，不过若是要用网络地图找，者是找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巴萨诺瓦音乐之后，巴西的吉他大师乔安吉巴多初6过世，享受88岁。 因为18岁就开始演出，获得到真侪项的 Grammy 奖的肯定。乔安吉巴多2008年举行过最后一场音乐会了后，就真少公开出现。最新的消息传出了后，里约热内卢徛过大楼外口就来了真侪媒体，家属派律师出面接受采访，证实一代音乐大师最新的消息。同时也感谢巴西社会甲国际各位的热情。吉巴多1931年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来出世，18岁开始自弹自唱，无意间迎合爵士开创出波萨诺瓦这个新的音乐路线，影响巴西乐坛规个世代音乐人。1964年，甲美国萨克斯风大师斯坦盖兹合作专辑《盖兹甲吉巴托》，伫全球卖了几百万张，得到年度最佳专辑这一项格莱美奖肯定，确立巴西音乐在国际乐坛的地位。这张专辑内底真侪歌曲拢将做传世代表，亲像是来自伊帕内马姑娘，对真侪袂像巴萨诺瓦音乐的人来讲，是吸引因入门的歌曲。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ela menina que vem que passa, num doce balanço caminho do mar.
吉巴多有3段婚姻，有3个子女。头一任家后，埃斯特吉巴多因为伊帕内马姑娘这首歌曲，红遍美国，到全世界代志。到这阵，伊完互角杯一直伫谈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照顾偌大人的健康是有撇步。台大病院婚姻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无够的问题，为去年开始透过空中网络的服务，要帮民众来做医疗的咨询。即嘛伫一寡所在的老人饭厅装一种机器互老大人会使随时来了解家己的身体指数。看到伊吗？有啦，有啦，我们调你。这台就是当提供着实性医疗服务的乐龄宝贝机，无来讲会使帮助老大人远端就近接受到医疗服务，佫会使年血压甲心肝体胆功能，非常方便简单。所有老大人拢真认真伫问着荧幕当中的护理师。老人要骑乌搭仔里夹，遐车多也唔敢去。有这台足方便的，真理想。拄啊，咱护士啊，直接才能讲足好势，足方便的。从这机器咧测吼咧量起来都拢好少体重，即嘛是拢较减落来啊。乐龄宝贝机目前是以装伫各乡镇的关怀据点为主，由社区人员操作使用，然后根据检测结果来调整着课程的内容。比如是一周，然后每个长辈都做，它有一些身高、体重、体脂肪以外，还有肌耐力、手的那个肌力也有测。未了海丰社区嘛，对着今年4月份开始，甲病院配合记录社区长辈的健康资料，然后去调整着课程，甲这中昼顿的菜式，照顾着老大人的健康。那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要引进一些因应的对策来改善他们的体能状况，促进他们的健康。云林县人口老化严重，老化程度是全国第2名，但是偏乡医疗资源是无够，长辈要看医生是相当困难。为了这个机器，病院甲社区做了连接，会使做好着偏乡医疗。相信未来一定会使有每一个老大人拢得到真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真热热，要带观众朋友来食冰。婚姻出产真侪水果有一位本来是学化工的陈志良，伊特别用伊在地果子做出天然的枝仔冰，希望互消费者食到健康好滋味，嘛互婚姻的水果有无同款的发挥。这寡色水丰富、五彩的枝仔冰是翕热热天大人囡仔上喜欢食的。这是用婚林在地生产的果子所做的枝仔冰，受到真侪人客喜爱和支持。而且因为这天然的枝仔冰，无加香料和色素，互人愈食是愈爽脆。它吃起来很清香，然后夏天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冰品。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觉得它非常的天然，然后它的甜也不会非常的甜。头家陈志良原本是学化学工程，改道来做枝仔冰，嘛因为现代人真注重食安问题，所以伊做冰的时就真看重人客的健康，佮深入去了解果子的产地和农民安怎种植。加任何这些的化学原物料、色素啊这些，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其实问号啦，我们也不知道好或坏。可是，在天然的东西，相信是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头家为着要互人客有更较侪的选择，研发真侪果子的口味，而且为着要互果子新鲜的滋味和色质呈现出来，佮落真侪苦心。头家是讲，伊希望用上在地的果子做上介天然的枝仔冰，这就是伊和人无共款的所在。凤梨水果茶这一支，我们就加凤梨、金桔、柠檬、苹果、百香果，有一个前韵、中韵跟底韵，然后跟市场的其他的冰品来做一个区隔性。每一支枝仔冰拢有无共款的故事伫内面，毋但有用心的农民，嘛有头家的坚持。头家佮讲，未来伊也会继续开发五谷菜色的口味，希望透过侪口味，会当甲婚林的农特产推销到同人知，嘛互更较侪人食到婚林出产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各位带观众朋友来看新竹国小，为日本时代到现主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嘛是新竹市树仔上济的学校哦。今年是头一摆来举行爬树仔的活动，嘛请专业教练来教囡仔，希望会使全方位来训练学生啊。
学生囡仔甲安全帽戴好好，甲手套挂好好。专业教练协助学生囡仔准备好势了后，用绳仔伫安全的环境一步一步爬起伫树顶。体验的同学讲感觉真像咧坐摩天轮，嘛感觉家己就亲像心灵的泰山同款。就是悬空，感觉就是怪怪的，就很像在坐摩天轮，然后但是你没有椅子，然后就是一个浮空的感觉，很像有点像泰山啦，但是就是很近。有上百人入书的新德国小是全新德市区啊上济学校，学校甲同济会利用学校的老树啊办第一摆的攀树活动，甲爬树啊无共款，攀树有专业的教练做伙，邀请学生伫安全的环境敢挑战家己。因为是新竹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我们的树也是新竹市国小、中小里面最多的。那我们是认为，透过孩子亲身的体验，他才能够感受到树，它的伟大。学校甲团体做伙合作，甲课本内底无的知识教予学生，透过攀树活动，唔单让学生学会晓勇敢，嘛训练身体，互家己的国小生活有好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新港有一个在地乒乓草儿童剧团，那演出儿童剧，嘛甲新港的囡仔来表演哦。一定伫在地经营16年，希望演出上在地社区的故事。小老鼠啊，你去哪里做的？好厉害！有台顶的囡仔表演甲真认真，大凯的小朋友嘛看了真入迷。这是中华新港乒乓草囡仔剧团的表演。那表演给囡仔看，嘛要甲新港的囡仔来学表演。然后慢慢，我们也会改编一些童话故事，然后从童话故事当中截取一些议题，我们就做了一个多元化的剧，叫做《新人鱼传说》。那另外一部分就会来自于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命故事，也就是我们有做社区剧场。为着要让偏乡的囡仔会当有机会来接触艺文活动，团长郭月美10年前就伫新港成立中华第一个表演现代舞台剧的乒乓草剧团。那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也能够把这样的资源留在我们这个偏乡，然后让偏乡的小孩子也有机会踏进到剧场。要伫偏乡经营剧团无简单，早期敢会当伫家己厝内车库来排练。乒乓草囡仔剧团今年排练空间过关，唔但有排练教室、目色咖比吧台。乒乓草伫新港推设艺文，开设表演课程，要演出上在地社区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看南投玻璃国小幼儿园大班的囡仔，因编一出并播组的乡土剧，邀请当地阿公阿嬷来做观众哦，要带这老大人做伙来怀念当初伫南投有面山打拼的过去。囡仔这当伫咧演玻璃编布组上有代表性的传奇故事《环保鬼》，但无惊人的感觉，颠倒互在座的阿公阿嬷感觉真趣味。囡仔演了是真好看啦，真古锥啊！看了心情真好无？有啊。也阁有编布组甲哈姆早期伫牛困山的生活状况，剧中出现袂少甲牛有关系的剧情，创作的灵感就是为埔里有牛的地名所来。探讨埔里的故事的时候呢，小朋友提出跟家长提出很多牛洞啊、牛眠里啊、牛相处这些点，然后我们就探究这些点的一个小故事，把这些故事编创成那个3层中牛与人的传说故事，想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在平埔族、格哈巫族那些的故事，让阿公阿嬷能看到我们自己创作的力量。看到甲哈姆传统仪式内面上重要的唱哀演，真侪士大人是拢忍袂住，紧徛起来甲小朋友同齐唱。一幕一幕拢是映证甲哈姆伫这片土地生活的场景。埔里国小幼稚园的小朋友演的，唔但是一出乡土戏剧，更加是当地族人实实在在的过去梦。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两厅院落实文化平权科技结合艺术，为7月中开始，伫戏剧表演之前的解说哦，会有2幕。这套系统是由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开发的系统哦，咱做伙来了解。
在大整修之后，我们设置了在议题上做了非常多的设计，让讲的话随即时转做字幕。这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所开发的雅婷独立果，这个才是要一个两庭院登场。大家看到的是真材实料，雅婷逐字稿的功力的发挥哦。所以我现在不敢回头看，是因为我怕他讲的，他打的不晓得跟我讲的有没有一样啊。雅婷独立果是透过 AI 语音辨识系统加现场声音的内容，即时转化成做文字。一开始，伊的艺术知识无够，雅婷只敢若听有6成，经过半年测试，即马正确度已经到8成。两厅院使用的越多，那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模组在后面也会学习的就越完整，它之后也越准确。雅婷独立果正式上线了，第一阶段负责的是每年差不多200场戏剧表演前的介绍，希望给了字幕，让观众更加完整的了解表演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的好野，佮散哦是愈查愈侪。上新的资料显示，今年是查到113杯，是有史以来上侪。财政部完成2007年总所税申报，初步核定全台湾申报户总共630.96万户，以台北市大安区所得上悬，平均的年所得173.4万。果然是新德县德北市，也个台北市中正区。年平均所得分别是162.2万，一个160.7万，是全台湾第2、第3关的所得区域。对那些有资金去从事金融投资的人，他的所得就相对来讲会比较高。有人预测，可能未来只有前20%的人可以充分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学者表示，随着产业结构改变，高所得将会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头，贫富差距恶化愈来愈严重。若是将总所得申报户按照综合所得分做20等份，上计5%平均是4.2万，上悬的5%平均是476.3万，贫富差距超过113倍，远过2016年的104倍，创历年的新高。它资本越多，它可以开发更多的设备，或是去掠夺更多的市场。有钱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光用他的利息都花不完了，你怎么赚都赚不赢他。如果你是在外租房子的话，其实薪资至少1/3到3/5，大家都被房租给吃掉了。学者建议改善贫富差距，袂当只干靠富人税，因为个人扣税无用去，税制应该自企业下手降低个人的赋税。当个盈利事业所得税降得蛮低的，那这部分是可以考虑提高了，然后提高之后，那你降到薪资所得这一部分，你可以稍微做一些调降。学者表示，台湾贫富差距超过113倍，这是台面上的数字，真实的差距更加大。因为好野人会当透过资产移转海外、企业骗税等方式，认为敢若是靠税制要来缩小贫富差距，也阁无够，不如把饼做好大，改善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成长率，劳工的所得提升，贫富差距恶化才袂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大人食到流汗，有人会买止汗剂哦，也毋过使用了无正确，可能会发炎。学术是指出，上好的使用时间应该是伫暗时要困之前。原理是啥物？咱来看医生的解说。很困扰，就听从他太太的意见去买止汗。因为过人家食到流汗就买止汗剂，也毋过使用方法甲时间唔对，就会造成癌症发炎。不要过度的去补充。或是使用频率太多，或一次喷的这个量不要太大，皮肤有过敏、湿疹、霉菌，甚至有毛囊炎或刚刮完毛的民众，我们建议不要使用止汗剂。热天热，过人家流汗有人用止汗剂，是学术讲用的时间上好是暗时困之前，因为止汗剂有止汗效果，是因为含有乳盐成分，会将毛子孔暂时塌起来。困之前才用，才能避免寒，影响止汗剂效果。大量分泌的汗液的时候呢，我们的止汗剂没办法跟它产生立即的反应的作用，它很快涂上去就被冲掉。晚上洗完澡之后呢，要睡觉前，轻轻的这涂在我们的这个汗这个腋下的地方，使它产生作用之后。医生讲，止汗剂无需要亲像防爆剂同款，一段时间就要抹，千万唔通过量使用，才能让规个热天美丽佮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通霄海水浴场哦，是苗栗唯一的一间当时捌正时行
通宵的电工所要带业者来继续经营，所以一直拢标袂出去，所以最后就决定家己来营运哦，将正式对外开放。沙坡日头也阁有算水的金条，广场也阁有千万的草袍，互车迷目睭拢光起来。歇热第一个周末，苗栗通宵海水浴场正式开幕，吸引真侪人来遮体验伫苗栗海埔享受热天的气氛。当然是一定有帮助的啊！哎呀，因为就是带动人潮嘛，然后也会促进说这周边的店家生意也会不错啊。不少当地人讲，这款情形真久无看的，因为20多年前这是真红的海水浴场，也不过海水浴场的山坡被保安林地毁掉，因为交通安全考量加水质问题，海水浴场渐渐没落。公所自今年1月开始对外招标，一直到今晚拢也是流标，公所决定家己营运。主要就是要看经济人潮，如果人潮能够cover过我们的一个基本开销的时候，然后让我们街上这边能够增加一些带动一些经济繁荣的话，就是希望说他不要休息。公所表示，自6月开始，经过1个月试营运，回响拢真好，也希望培养更加侪外地客源。到了这一期，只要到店上消费超过100块，就会当换一张门票。希望互当地店家同齐受益，也计划将营运的时间为目前5个月调向规年开放，用公园化的方式来经营。觉得财源不足，我们就尽量来找，而且它在地，它其实像台电。公司其实本来它就有一定的那个牧林基金会给他们嘛。苗栗县府表示，因为海水浴场属于公所的公共财产，除了公所已经编列200万预算，县府也会尽量筹措财源。公所表示，将会甲林务局协调，将保安林地改变，互当地会当做更加大的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地有一间老厝，最近重新整理哦，出来过来外30多位艺术家有上百件的作品，做伙伫遐结合，来互老厝有新的生命。做伙来看卖。白米色的幼石外墙，佮加上麻石地板，这栋4层楼高的建筑，经过几十年的历史。过去捌是一间做头毛店，即马经过再生计划配合文创工业者，互这栋老建筑重新展现面貌，佮较互附近待了几十年的老厝边真好乐。是有帮助啦，因为做各种生意，就是对我们这个商圈比较。至少不会一直没落下去啊。新旧融合，就是它有很多现代的那种很摩登的家具，可是它也有那种复古风情的那种家具。为了让老厝也可以当保持原来感觉，文创业者特别保留老厝的壁感，转化成生活美感，更加请了近30位国内外青年工艺家，包括玻璃、粗油灰啊、加漆艺等900件作品现场展出。都保留原来的样貌，那甚至我们是用修旧如旧的这个手法，所以这整栋这个房子大概我们70%-80%还是保留旧的样貌，我们也可以激励一些返乡青年来一起来把这一个旧城区的美好一起来让它再次的这个呈现出来。经营团队指出，希望透过修复建筑，保留旧的地区气氛，加串联传统工艺师，打造一个以结合传承、加创新工艺的公众交流平台。